演唱会票有文创法规范，卖黄牛票会防处罚。不过，这几日的签名会、见面会、握手会有卖票、卖黄牛票，说是无法规图好管。就民进党立委惊调开公听会，即听民众意见，因为好友讲有卖票的家人活动，拢爱放入去文创法的规范，避免黄牛票争议。泰国组合领案今年6月要来台湾举办见面会，5月初10票一个开始卖，无到1分钟就买无，也发现明明是实名制，同一个身份证煞会使买2张。卖场表示讲，不管是政治啊正式卖票进前，中国网站出现黄牛票的争议，也是台湾平台有空胖，拢会影响卖场的权益。希望政府通过见面会这款形式活动放入文创法规范，安尼要减低黄牛嘛较有管道。即个伊表演的形式是足多元的，我感觉其实伊的票比演唱会票佫较好抢，而且伊来台湾的时间可能一年啊无到100，所以都挺贵的。所以我感觉即个是爱甲即个活动见面会即个活动，甲你放在即个文创文创法内底，互伊来做我们来减低即个黄牛的部分。另外，这个标出见面会主办单位有牵涉中资的背景，也无伫台湾设立分公司、子公司。经济部表示，境外公司伫台湾办活动需要台湾的厂商协助处理，但即卖因为买票平台有空胖，卖场也烦恼会有各资外流的疑虑。那同时，因为售票平台必须是台湾的公司，所以它受到台湾对于个资法的所有约束。一旦它提供了，就会触犯个资法，那也就会是一个刑事的处分。那有关于 iPhone 的话，这间企业我们查一下，它可能是支付业。那支付业的话，目前数位部它是有定一个数位经济相关产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那它针对资料处理服务业是有相关的这个规范。针对境外黄牛票问题，主办单位无够透明，牵涉中资公司，有立委认为这问题影响各自安全、文化主体性，也牵涉到国安的问题。民进党立委召开公听会，收集卖场意见，认为演唱会以外其他展演也拢要严严纳入文创法。文化部针对修法的部分无正面回应，不过有表达会针对实名制部分进行辅导补助。记者梁亚个小桂林台北报道。